病院急诊室外口已20位病人等待叫号入去看医生，连领药的柜台拢出现排队人潮。过年了后，通常是传染病患的季节。今年天气较冷，加上大 S 流感过身的新闻效应，台南市的新台病院、永康幼儿基美病院、安南病院、甲台南市立病院5间大型病院出现急诊病房患者超载250%，其中台南市立病院竟超过200%。今年急诊的来看诊的人数吼，大约是旧年的加1倍。打过年吼，大家开始住院的需求嘛较济，所以目前大概每天有50个人在单程。大部分还是流感跟肠胃比流感还多，所以今年的疫情比较严重。台南新楼基美嘉里甲台南荣总嘛超载200%。虽然病院伫旧年间有开设特别门诊，不过整体急诊患者人数比去年增加1倍左右，互医护照顾患者相当的忝。这个量数的话，应该有3-4倍左右。尤其是在整个各家医院的急诊的部分，的确是在医护人员的负荷是蛮加重的。部分医院急诊拥塞，卫生局已于上周联系医师工会及诊所协会，请诊所加强门诊收治，协助分流发烧及轻症病患，减轻医院急诊压力。台南市卫生局赶紧协调门诊分流，同时呼吁民众若是身体无爽快，先了解病情类型甲镜头的轻重，搁进行就医。平常时嘛爱做好保护，才会当身体健康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